知影权柄毋是出自政府，权柄是出自上帝。圣经讲，咱若为了在上掌权者来祈祷，上帝也要伫迄个所在亲自来引带咱、帮助咱，互这个国家会当真正诚侪上帝所欢喜的所在。所以咱为着咱家己来感谢，咱为着上帝所赏赐互咱这个土地来感谢。明仔载开始的时，就这个一天吼，要读7章圣经，了后咱每一礼拜有3顿的禁食祈祷，为着选举，为着国家的治理，为着咱会当伫上帝面前诚侪上帝的欢喜。即款的服侍咱爱为着遮个代志祈祷，互咱会当真正伫上帝面前诚做一个有影响力的祭司。迄个一个国家的强盛甲软弱，介重要的，毋是政府，是迄块土地的基督徒有真正发挥祭司的能力甲权柄也无。所以咱为着遮来伫主的面前，三甲做伙来祈祷，为着咱家己来感谢，为着咱的国家来祈祷，为着明年的选举来祈祷。为着上帝，互咱会当诚侪君尊的祭司，应当的服侍，三甲做伙伫主面前来感谢、来宣告，勇敢开声来祈祷。你啊大大开声，上帝都会大大充满伫你甲你的家。开声来祈祷，请。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主，阮的上帝，我要感谢你。君王是借着你座位，人是因为你的话语来活的。阮毋是靠家己会当做啥物货。乃是出自上帝你极大的权能，所以阮今日会当伫这所在，伫遮三甲做伙享受上帝你赏赐逐样的恩典。阮坐伫舒适的冷气房内底，阮活伫上帝你的慈爱照顾下面。阮伫上帝你所赐予阮一个乌阴天，阮伫个所在出入有平安。阮感谢上帝你所赏赐阮一切丰盛。你是主，荣光的主。你是疼痛照顾每一位属你的儿女，耶和华，我们感谢你，我们学了你，因为天顶地下万项物拢是对你所来。你阁应允阮讲，阮若大大开嘴，上帝你就要大大充满阮。阮若向你呼求，你就要赏赐予阮。所以阮向你来恳求，主，阮为着这块土地来祈祷，为着这块土地的强盛，为着这个土地的百姓。会通离开罪恶，主啊，就亲像我会通离开罪恶，就亲像阮的百姓离开拜偶像，互我离开迄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以及今生的骄傲。主啊，我为着遮在你面前恳求，赦免我隆重的罪过，赦免我甲我这块土地、甲阮这个国家所有的百姓，才会毋捌你、无认捌你、毋愿认捌你，故意行家己的道路，这个代志。上帝，我向你恳求你的赦免。主为阮做清洁的心，互阮内面有重新有正直的灵，通互阮会通伫圣洁内面来服侍你。主啊，就是迄个圣洁的活命，甲你同行的活命，通互上帝你的欢喜临到这块土地，通互阮伫这块土地会当安然徛起，伫上帝你所赏赐逐样的丰盛，互阮会通伫地面上来为主做见证。真正互阮会通伫这个地面上发挥上帝你竞选阮诚侪君尊祭司国度的权柄，互阮会通伫灵性内底治理这块土地，叫这块土地，因为阮伫主的面前的服侍，因为阮伫主的面前诚侪圣洁，因为阮互上帝所认证，所以主阮会通真正诚做这块土地的守望者。君尊的祭司，上帝的欢喜，互全地看见上帝的儿女是大有福气、大有权柄，是会通影响祝福每一个所在的。阮向你恳求，帮助阮拍开阮属灵的目睭，互阮真实来明白，互阮真实来经历上帝你的信息、你权能的同在。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咱下面的时间，来请明传兄来报告。
兄弟平安。平安。消息报告：第一，感谢主恩典，恭喜吴晨曦弟兄伫今仔日要受洗归入主名，愿上帝祝福伊伫主的听一同成长，进入属灵大家庭。第二，恭喜吴义祥、陈义贤夫妇伫9月13蒙主赏赐一个女婴，母女均安。宝宝因为体温无稳定，来抽血检查，等待确认原因。目前体温甲着食欲拢正常，感谢主。敬请兄弟伫主的面前代祷，保守宝宝伫上帝的听健康成长。第三，9月18至10月27，教会配合全国基督网络推动 SHIIT 属灵高强度间歇训练，每一天速读7章圣经，每一礼拜3顿为国家禁食祈祷，每一礼拜安息日禁用3C，甲着社群媒体。敬邀兄弟同来操练，愿意做伙参与的，请到招待所登记。第四，10月28礼拜六上午10点，国家祭坛伫中原大学举行。当日上午6点，伫教会集合坐车，报名费每人200块，原价是500块，教会补助300。要参加的请到教会的消息公布群组点连结报名。补充报告，以上报告吼，敬拜乐请敬拜团。大家平安。咱伫即个国家的祭坛当中吼，伊成本有700几块吼，咱教会补助300，啊200外块是迄个城市窗口来甲咱做一个费用的补贴。啊，即个祈祷明仔就开始，圣经7章，啊要进食的时阵要祈祷的即个。事项，吼，特别咱有甲牵伫咧即个周报，讲哎呀，进食的目标，迄个焦点要祈祷啥物？有伫周报第6页，好，啊，早顿下你知影要祈祷啥物？咱大家做伙集合来即个祈祷的快乐温歌，就有一个集体温歌，会非常的无共款哦。问大家，咱做伙安尼，互咱的属灵的肌肉强盛起来。吼，因上帝对咱即好，遮尔啊好，甲咱勇气甲肥足足，咱嘛爱好好来为着上帝哭效力，请咱起立来感谢上帝。无一个神赢过伊，伊是上介好的神，神明毋是神，但是上帝的话安置伫天，独伊是好，伊对咱真正有够好。上帝真好，上帝真好，上帝真好，你对我真好，上帝真好，上帝真
上帝将咱一切得到的高恩典，拢在声音来唱歌以外，咱就为咱的嘴来感谢伊请。主感谢你，予我有健康的身体；主感谢你，予我有好的声音；感谢你，予我好的名声。所以我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乐甲敬拜你。主啊，感谢你，予阮的脚会当行大。主啊，感谢你，予阮是用所使用的拢无得到欠缺。我若想到别人的艰苦艰难的事，主啊，阮就爱常常来为遐个祈祷，加做帮衬，加做付出的对象。阮若要来感谢你，让阮会当有快乐来加做别人的祝福，来甲人讲上帝真正真好，上帝真正真好，对我真好，让对每一个伊所创造每一个宝贵的人类，每一个人拢讲真好。上帝真好，上帝真好，上帝真好，伊对我真好，上帝真好，上帝真好，上帝真好，咱在边仔讲，上帝对你真好，上帝对你真好，上帝真好，上帝真好，上帝真好。咱要找一个人，甲伊讲啥物？伊对你真好，好，上帝，伊对你真好。哈利路亚，感谢主，他婆我来感谢伊。哈利路亚，咱是创造万物，咱伫面前，同齐要欢喜，同齐要欢喜，来吟。万物主当超欢喜，乐上帝在声音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仁爱无穷无尽，创造天地海甲万物，乐慈悲阳光降临。
溪水要清清一直流来。感谢，互咱的雨水，水是河顶的宝贝，咱来感谢上帝。溪水清清一直流来，音韵美妙那乐可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秋末灿烂无小气水，修行世世过一蕊蕊，老天被阳光尊贵。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人伫世间，人伫世间虽有烦恼，毋免惊遐有主通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当记三听，当心当静，有使上帝永远无停。乐天白阳光之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咱对头啊，囡仔音转手。万美主旨当作欢喜，乐上帝最声音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因爱无穷无尽，创造天地海甲万民，乐天白阳光降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日头出现光辉满天，日落月出来照暗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将彩心拢在欢喜，伊的稳定无法生气，乐天白阳光临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溪水清清一直流来，音韵美妙人啊和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秋末苍苍无细之水，修行世世过一蕊蕊，乐天白阳光尊贵。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人踮世间虽有烦恼，毋免惊遐有主通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家三听，当心当静，好使上帝永远无停。乐天白阳光之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阳光归天白。阿门阮仔伫敬拜内面要来回应上帝对咱的疼，上帝疼咱到这么深，啥命的疼，咱也要讲，愿我会哪疼你。愿我会哪疼你，我主基督，归了基督。我心欢叫。
疾病来甲主讲咱的疼。主啊，我伫遮愿你甘乐。我知影我听你，总是我有一个渴望，讲我要搁听你较深，听你搁较济。我为那听你，我做基督，为了基督强逼，求你赐福。我心宽求把你，那不为那听你，为那听你，为那听你，在我祈祷时刻，安到天里。当我愿帮当行，专心找你，强相记得把你，那不为那听你，为那听你。为那听你，随梦开来，随梦开来，随用饮食世上，我心有我勇敢，对你来行。别再记得把你，那不为那听你，为那听你，为那我心困求。我心宽求把你，那不为那听你，为那听你，为我心搁再一摆要困求，要找困求主啊！我心宽求把你，那不为那听你，为那听你，Amen。为那听你。至诚的主上帝，伫你赏赐互阮徛起伫地面上的日子，阮经过的时刻，亲像一声的吐气，但你却是保守阮、怜悯阮。你若要救察人的罪孽，无有人会当徛条伫你的面前。是上帝，但伫你有救赎的恩典，赦免人的罪过，互人会通重新徛伫你面前。阮因为安尼会当称作上帝的后生查某囝，是出伫你极大的疼痛。亲像保罗安尼讲，就是伊有遐尼济的阳光，有能力，有智慧，为主做遐尼济的工，伊申请安尼讲。伫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但是上帝，你也个疼痛阮、赦免阮，
基督耶稣降世，为着要拯救罪人，这个话是通信的，是10分得到通挖靠的。阿门。上帝对安尼，阮感谢你。我若将家己奉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伸手来教示阮，恳求你甲阮对着罪恶的道路当中扭带倒转来，互阮会通行伫上帝你公义正直的道路，叫阮将家己的身体献上，做你欢喜的工，讲你欢喜的话，人会当安慰、造就、劝勉、鼓励，将着口中一切的白贼、邪情、恶念，拢对阮的口中刷开，通互阮用着圣洁来服侍上帝，通叫阮的性命成做活活的祭物，用安尼来服侍，来见证上帝你对阮的疼痛，也用安尼见证阮是奉献予上帝做活活的祭物的。愿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同齐来上读诗篇23篇，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引带我伫通安歇的水边。伊予我的灵魂静养，为家己的名引带我行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无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拐、你的锤，拢安慰我。伫我对敌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抹了我的头，予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要有恩惠慈爱对着我。我也要踮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门。请兄弟，请坐。继续，咱要来交读上帝话启应文38篇。恁着学乐耶和华，我的心啊，你爱学乐耶和华。我一生要学乐耶和华。我要活地的时阵，要歌颂我的上帝。耶和华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伊守诚实到永远。伊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互妖恶的。耶和华讨放受关的，耶和华开了青眉的目睭，耶和华扶起受压迫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甲寡妇，祝福歹人的道路弯巧。耶和华要做王，直到永远。恁着学乐耶和华，阿门。有时间请牧师正道。咱请三甲座的献开周报第4面。周报第4面，咱要三甲座来读本周主要的经文。提摩太前书3章1到13，咱三甲座来读请。
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心无善功。这个话是通信的。做监督的必须要无通指责，敢若做一个妇人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熬教导，无饮酒滋事，无拍人，只要温和，无竞争，无贪财，好好管理家己的家，互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女人若毋知影，人若毋知影管理家己的家，敢会当照管上帝的教会呢？初入教的袂当做监督，恐惊伊自高自大，就落伫魔鬼所受的刑罚内。监督也必须要伫教外有好名声，恐惊受人诽谤，落伫魔鬼的网络内。做执事的也是安尼，必须端庄，无一口两舌。无熬啉酒，无贪不义之财，爱存清气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个人也爱承受试验，若无通指责的所在，了后叫因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安尼，必须端庄，无讲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做一个妇人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甲家己的家，因为熬做执事的，家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伫基督耶稣内的真道上大有胆量。阿免。咱搁再一届阿头来祈祷。赐阮的主上帝，你的听甲阮同在。阮即时要用听道来敬拜你，恳求主圣灵伫阮当中运行。因为独上帝的灵会互人的灵魂精英。主啊，人所做何等的有限，是因为耶和华的同在，阮才会通听明白上帝你的话语，也会通因为圣灵的管教提醒，甲伫阮心中的运行，阮才会通行上帝你的欢喜。帮助阮，亲爱的圣灵，赐阮伫阮下面这段时间。互传讲的，互聆听的，拢同齐受圣灵的教示甲引带，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人伫伊的一生内底，有真侪的期待甲愿望。咱结婚生囝了后，咱会伫迄个所在有真大的期待，会通看到咱的囝儿逝世，了后一代一代过去，咱也伫迄个所在发现到咱的生命渐渐愈来愈无。总是咱嘛会愿望会当留一寡物件，互咱的囝儿逝世。这是咱的期待，也是咱的打算，也是咱的愿望。人生内底有真侪伊的期待，有真侪伊的想法。了后，咱啊伫个所在会定定咧想，我昔使若是做一个员工，期待我有一天，我会当做一个组长、科长，若是会当我会当做到经理，或者是我会当做到总经理。昔使咱若是做一个生意，咱愿望会当对着应会当收支平衡，了后会当今年愿望会当达到5%的利润，明年愿望会当达到10%的利润，或者是咱愿望今年是3间店，明年会当4间店、5间店。咱总是对人生有愿望，咱总是伫迄个所在会较无愿望讲，咱会当愈来愈好。也会通愈来愈成做足侪人的祝福。这款的画面是上帝放伫咱心中内底一个真水，互咱进前的动力，甲咱会当向前迈进的一个脚步。所以，咱总是会有一寡期待，咱会伫迄个所在想，咱会当伫迄个所在向前来迈进。上帝甲这个动力放伫咱的内面，总是真可惜的是。咱自从受到撒旦进入人的活命，抢去亚当伊命定的日子的时阵，
人迄一份甲上帝三甲做伙同行，期待互家己愈来愈圣洁，愈来愈有荣光活命，迄一份煞怎一直愈来愈消退，敢若剩到伫落尾，敢若剩伫咱伫即个世界的拍拼，这其实是非常可笑的代志。所以保罗写批互提摩太，当保罗写批互提摩太的时阵，受到神学教育的影响，真侪人会感觉讲，即个批是写互牧师的，写互少年牧师的。但是其实咱若斟酌来看的时阵，的确伊毋是写互少年牧师尔，伊是按照基督徒所讲的，拢是共款一个原则。如果咱若是期待，咱会通对着一个员工变做组长，咱也会望伫迄个所在，互咱会通对着一个新郎变做一个头家。若甲安尼的时阵，咱伫咱的灵性上，其实咱应该要有一个发现，就是咱怎样伫咱的活命内底，互咱会通伫灵性上会通愈来愈水，愈来愈好。有一届我去伫一个伫一个大间教会内底，伫迄个所在参加一个演习会。迄个演习会内底了后，因为差不多1点钟以后，就会休困10分钟。我就伫迄个所在3甲伫遐呢，有准备一寡茶点，阮就伫迄个所在食迄茶点，人就伫迄个所在互相开讲。我就听到一个人讲：“好哦，伫遮会当看到你真欢喜呢。”伊就甲伊问讲：“你是执事是先长老啊？袂啦？”伊甲伊问讲：“你是执事先长老啊？袂啦？”个人就甲伊讲：“也袂啦，都还袂选着咧，干那咧？你咧？你是先执事啊？袂啦？”你注意甲听下面迄句话哦。迄个人讲先执事，我才无爱做执事咧，我着干那一世人做平信徒就好啊。注意斟酌，这是一个真奇怪的问题。我一世人干那做啥？平信徒就好。圣经内底无平信徒这个名。圣经内底有信徒，有门徒，了后有使徒，但是就是无平信徒。平信徒这个字其实毋是好字，迄个字其实是甲我的生命已经停伫遮讲好，我就是安尼就好啊，我毋免阁继续大。亲爱兄弟姊妹，咱若是做囡仔的时阵，咱就是大，咱若是咧。甲6年的时阵咱已经大到160公分啊！咱感觉真大了，真好势啊！结果的时阵，其他的时间佮继续大，望去较大，结果一直大到高中嘛160公分，大到大学嘛160公分，哇！安怎讲是大仔啊啦，免佮大啦。亲爱兄弟姊妹，但是咱的灵性袂当安尼啊！人若是无进步啊，伊就是停留伫死亡的内底。所以，咱今仔日要三甲做伙对。保罗对提摩太来提醒，讲人若心无善功，咱着怎样伫迄当中来斟酌注意。心无善功的人，伊是想要得到新生的愿景，迄是伊一个活命内底，伊对着伊的灵性有一个期待。伊知影伊爱长大，伊爱成熟。圣经对咱的劝勉是愈来愈长大成熟，直到亲像做咱的主。咱将来有一天，应该咱成熟长大的目标是亲像上帝同款，但是咱毋是上帝。但是咱要注意，咱安怎样亲像上帝？第二，必须要有保罗伫迄个所在讲，人若心无善功，伊就必须要有啥？有一个灵性的成熟，迄个熟一直熟，成熟一直成熟。伊无完全的成熟，但是伊就是按照迄个成熟的地步，一直行，一直行，一直行。了后，一个人若是心无善功的时阵，终其落尾，伊就得到真水的美好，内底甲外口的美好。所以，这张批信当然是写予少年的牧师提摩太，但是其实伊嘛是对着咱一个基督徒，应该咱是一个君尊的祭司，就亲像保罗同款，伊家己是怎样？伊家己是一个牧师，但是伊犹原是一个赤布病的人。伊是一个接布病来做布病的人咧过生哩，伊一方面服侍，伊一方面也传福音。咱其实嘛是会当安尼做，某一方面来讲，甚至咱嘛应该安尼行、安尼做。所以伫遮呢，咱会通
看到，伫咱的活命内底，咱有即款神圣的愿景，咱想要得到，咱想要得到，咱较无成功，即款的较无成功，咱斟酌注意看即段的新闻，你想要得到什么货？咱做新郎，望会当得到更较侪薪水；咱做科长，望后届无定到家己会当创业，这是咱的期待。你想要得到什么货？你心中内底的较无，对着外口有一寡较无，但是对着咱的内心、咱的灵魂，你有啥物款的较无无？也是咱想讲安尼就好啊？今仔日我看到这个年终者，特别是这个锦云姐哦，甲这个啥物姐啊，美娇姐啊，迄两个人哦，已经哦过6岁过1岁啊哦，但是人搁伫咧台下顶安尼，愿我会哪听你？感谢主，愿我会哪听你？年老毋是咱无服侍上帝的理由。最近我看一篇文章讲，你甲伊看。张忠谋伊讲有讲年老，好啊，无我来退休。伊有替董事长的位，但是伊继续咧努力，继续咧拍拼。人生内底一直向前，一个人会当服侍到见上帝面，迄是伊上界大的荣光。当一个人停止成长的时阵，伊的性命就落伫遐。每一届我看到金乌这的时阵我就真感动。虽然伊的骹无真方便，但是伊拢安尼逐工逐礼拜拢来坐伫迄个角落遐，我都看到就真感动。亲爱兄弟姊妹，你会记得咱教会古早有一个这英怀锦，英怀锦活到99岁。伊每一届来伫咱教会，伊就是拢坐伫牧师即摆咧坐遐。我想我即摆是安怎坐伫遐，因为遐有温哥的款，所以我就坐伫迄所，伊就坐伫遐。伊来的时阵伊人若唱歌，伊就徛起来；人若唱歌唱煞，伊嘛会晓常坐落。了后的时阵牧师咧讲道的时阵，伊就开始拄句。听下讲道了后的时阵人伊就自然会醒起来。但是伊定定甲我讲一句话，讲牧师歹势啊，我着安尼足安尼爱困目睭嘛想要甲伊剃互金。总是我就是真意爱来敬拜上帝。真歹势，有时拢安尼拄句去，牧师真歹势。其实我定甲伊讲，因为今日坐伫遐，就是一个见证。伊的囝儿4岁拢伫台南圣教会聚会，但是因为伊是咱安乐圣教会开拓者，所以伊一直到90外岁，伊犹原坐伫迄个所在，虽然拄句。虽然散会的时阵，伊爱搁伫坐伫咱教会，听候伊的囝儿4岁对台南圣教会来接伊。真侪时阵拢等到12点外，伊还搁伫遮咧等。但是伊知影这项代志，伊坐伫迄个所在，伊就是咧敬拜上帝。亲爱兄弟姊妹，咱心中的较无是啥？因为伊的心中的想法是：我这世人就是受派出来开拓安乐圣教会。安尼，我这世人就是甲安乐圣教会同齐徛起，伊的心中的较无真做安乐人，是毋是上帝所欢喜的意念，一直伫你的心中内底咧打转呢？你的心中，你咧想到底是啥物货？人若想要监督的这份，保罗对着提摩太讲，有个人伊会想要意爱伫教会内底徛起，有一个好的位分。保罗讲，这个是好的，这个话是通相信的。安尼，啥物是通相信的？咱斟酌注意来看。第一，得监督，啥物是监督？监督这个字，其实原来伊的字是讲对着上帝讲，上帝咧监督咱，意思就是上帝咧看顾咱。伊知影咱啥物时阵做毋对，伊就甲咱教示；伊知影啥物时阵咱软弱，伊就甲咱加添亏咱。只有做上帝的监督。但是对人来讲，人若要得到监督的这份是啥？伊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但是伊是爱一个怎样引带照顾别人的人，伊是爱一个好的模范，这叫做监督。但是迄个所以保罗伫迄个所在讲，人若有即款的心，安尼是好的哦。伊得上帝看顾，伊也意爱会当看顾人，这个话是通好相信的。什么是伊安尼？既然伊安尼羡慕，什么是羡慕呢？就是伊真意爱这个工课。伊热心真想望会当得到这个位置，总是保罗来讲，这个是通信的，这句话是好的。
但是咱爱斟酌注意看，讲保罗讲，安尼即个话是通信的，咱着看伊头前迄两项，伊是毋是一个疼惜人、心无善功的人？伊有即款的心性的愿景是好的。咱对事业，咱有拍拼期待的愿望，安尼咱伫灵性上嘛，爱有即款的期待，甲愿望，甲毋是。互咱伫灵性上，咱毋是干那经营肉体即一块，咱的肉体真紧会过去，但是咱的灵会永远存在。咱有愈来愈亲像做咱的主，也无，这一点是咱爱斟酌的。保罗对咱来讲，即使迄个人伊若是真正是心无善功的，安尼就爱斟酌。保罗对迄个所在，伫遮呢过去的时阵，彼得前书原来安尼讲，的确就爱牧养恁伫当中上帝托付恁的羊群。爱照上帝旨意来管理、因带因、照顾因，毋是出伫勉强，是出伫甘心；毋是贪财，是出伫乐意；嘛毋是出伫轄制所托付互恁的，乃是做君羊的模范。所以监督的意思其实是安尼，伊毋是一个职分的尔，伊毋是去管别人，伊是做模范，伊是引带人，伊是照顾人，伊伫人的需要的顶面来扶持坚固人。保罗讲，这是一个监督。伊若是有即款的意爱，真正安尼做，即个话咱就该采信。但是咧采信伊的话的时阵，咱伫迄个所在，伊真正意爱讲，伊会通诚做一个劝告别人的。总是伫即个敢若采信伊即个话，劝告即个话的时阵，爱斟酌。人心无，但是安怎？圣经箴言13章40，咱同齐做伙来读，请。笨大人心无，却无所得；殷勤的人要得到丰裕。所以圣经伫这个所在对着咱的提醒，人毋是敢若心善尔，人敢若心善，但是拢无去做，伊敢得得到？袂，伊爱殷勤才有法度得到伊的丰富。生命的成长需要经过操练，只有伫操练内底，咱才会当愈来愈好。也独独迄个机会成本，咱一定爱伫迄个所在甲伊掠出来。什么会有这机会成本呢？即使有一个工课，伊若是需要大学毕业以后才去做，结果我敢若国中、高中毕业，请问我敢有法度去做？无法度去做。所以我爱怎样啊？爱大声对着小学、国中、高中读到大学了后，我才有法度去应征迄个工课。我若无到迄个部分的学历，我就无法度去应征迄个工课。只有这机会的成本，你要掠掉迄个机会，安尼你就大声需要有做备班、做预备，你才有法度伫迄个所在进到迄个位置顶面。什么是机会？机会就是互遐已经准备好家己的人，对着迄个人的报答。真侪时阵，咱亲像看圣经内底约瑟，伊对着波提法伊的家庭内底，伊伫迄个所在受训练，伊对着扫涂骹开始，拼粪扫、拼屎桶开始，但是伊就伫迄个所在做遐工课，一直到有一天，伊对迄个所在一直做到总管家了，伊做到典狱长了后的时阵，伊有一日，伊有备好，伊专心倚靠上帝的时阵，上帝就录用伊做埃及的宰相，伊经过遐训练，迄有这机会成本。所以，因为伊已经有预备好、训练好家己啊，所以当埃及面对一个丰收甲饥荒要来临的时阵，亲爱兄弟姊妹，真正的关联智慧，毋是出伫政治，是出伫上帝预备好迄个人。咱同齐学习来成做迄个人。所以，生命所希望的是一个渴慕。但是爱付出才会有结果，伊也一定有结果。保罗第二部分伫个所在甲伊讲，人若心无善功，那呢伊必须要得爱有灵性的成熟。灵性的成熟包括敬拜的学习、个人的成长、家庭的治理、服侍的顺序。这是一个香蕉，这个香蕉不止啊真好食，但是你若是真正会晓食香蕉的人，你会知影。这个香蕉食起来，其实也个定单。有的时阵，甚至这个香蕉食起来，佫会磨脆。哦，所以呢，伊就伫这个所在，有色无？有色，但是好食无？无一定真好食。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经过3天5天，那热天可能1天，金蕉就开始断点。这段时的金蕉会上好食。这个过程叫做熟成，唔是成熟，这是已经成熟啊。但是这叫做熟成，就是伊会当达到上好的迄个部分。亲爱兄弟姊妹，你有成熟无？有成熟，但是有熟成无？无一定。真侪人活到某一个岁的时阵，有一个铁学家安尼讲过一句话：真侪人已经早就死啊，只是还未带落去尔。讲这句话真恐怖。讲什么意思呢？讲这个人其实已经死啊，但是伊拢无搁继续咧进步。逐工拍电动玩具，食泡面，安尼过一天，明仔载共款啊拍电动玩具，搁食泡面，搁过一天。伊讲这啥？这个人其实已经死啊，是安怎？还未带落尔，安尼听有无？就是伊的活命已经对社会无啥物有贡献，那有的贡献就是贡献互啥？贡献互迄个电动玩具，贡献互迄个泡面因兜的公司安尼尔。但是上帝做咱毋是安尼啊，所以咱需要伫这几方面，第一，咱爱学习敬拜。保罗伫迄个所在讲，初入教的人，毋好互伊着做监督，互伊做执事，互伊做啥？女执事，毋通。初入教着互伊偷含，也是着将着重重的责任交代互伊。这无疑就是伫信仰上对伊的抹杀，因为这个人真容易袂记伊家己是啥物货。进前过去的时阵，有一个福音人过去，伊伫这个做这个动机，做这个看命讲算命，嘛算了不知啊真准。每少的时阵，伊信上帝，当伊信上帝了后，就一堆人拖伊安尼一世界去做见证。终其落尾，这个人对信仰的顶面失落去。伊发现一项代志，基督教嘛是甲其他的宗教同款，通过一个牛人了一世界去共募款，一世界去共讨钱，结果到伫落尾，伊掠做伊就是基督教的救世主。亲爱兄弟姊妹，初入教就互伊偷含，也是附互伊重任，这就是信仰上的抹杀。伊袂记得伊家己是啥物人造成伊安尼，是教会。所以今仔日咱来斟酌，咱伫信仰上内底，咱有对着一寡人有即款的看法无？哦，伊就是一个头家，伊就是一个董事长。伊入来的时阵，伊对北京教的人以前的时阵，伊做长老做甲偌好，拄偌好，愈入来的时阵，牧师啊，你都互伊一个位。亲爱兄弟姊妹，这个人你爱真细致。圣教会总会法规内底有特别讲到，一个人入来到伫教会内底。即使若要经过，上少一定要经过1年的时间。若要选任执事的时阵，甚至还要经过3年的时间。啥呢？因为伫北京教会来到咱教会做，伊无一定会适合这个所在的水土。但是咱爱看出这个人是毋是真正合上帝会当录用的。伊若是合上帝会当录用的，咱就爱赶紧用伊。所以信另外一部分是信耶稣真久，但是无愿意学习。亲像基督，安尼这就是啥？万成的自杀啦！我已经信上帝信啊久啊，了信你啥？哦，牧师你讲的我拢总知，伊真正拢总知，但是到伫落尾啥货，伊啥物拢无做，就是真够批评教会这，真够批评教会迄。了拜托讲某物人无这个代志，互你做，迄哪是我咧做的？迄毋是我啦！牧师你去请工位兄做啦，真够甲人批评，真够甲人拍歹。但是家己拢无咧做，但是讲到个是啥啦？全是道理。最后这啥？最后这万成的自杀，食药啊，食毒烟，到伫落尾。第二，咱必须要伫爱个人当中爱有成长。圣经伫这个所在讲，伊爱节制啉酒，伊毋是好啉酒的人。酒是丰收甲欢喜的记号，庆祝的记号。所以呢，你一定爱丰收，葡萄爱丰收，才有法度做酒。结婚的时阵会摕酒，庆祝的时阵会摕酒，但是毋好呐，一日干拢干呐爱啉酒。所以伫这当中，酒伊是丰盛、丰收的记号，但是伊嘛是啥？放纵肉体的催化剂。所以
保罗讲爱斟酌注意。第二，莫去拍人，伊毋是动毋动就去人拍。但是保罗嘛，另外佮讲一句话，讲啥？爱柔和。你捌看过家庭内底吼，真侪时阵，迄个家暴吼，拢感觉讲吼，查甫较毋对。但是亲爱兄弟姊妹，咱也斟酌一个代志。就统计来讲哦，真侪查甫会拍因某哈，我毋是讲大家拢安尼哈，你听爱听清楚啊。真侪查甫会拍因某，原因是安那？讲袂赢因某。讲啥吼？就讲迄吼，我买手的时候，我最近看到一个报告吼，我才知影。你知影查某囡仔通常哦，拢比咱查甫囡仔吼较矮。了的时阵，你讲哦，较矮这敢有啥关系咧？我会讲。你捌看过迄个电晶迄个晶圆片有无？对，咱即马要做2奈米的嘛，以前是7奈米，尾来是变做4奈米啊，即马是变做2奈米。你敢知影哦？迄吼，安尼其实2奈米甲4奈米其实差一点点啊，尔。人若愈矮的时阵哦，伊的神经线会较短，所以伊的反应安怎会愈紧。所以真侪查甫的吼，讲话拢讲输查某的，啊，但是吼体力拢比伊较勇，所以安怎讲输人就落落较紧啊。所以你吼毋好，所以是安怎？圣经讲啥？爱柔和就是安尼。身体的暴力是一个暴力哦，言语的暴力是毋是一个暴力？所以咱爱斟酌这样的代志。求上帝会当伫咱的活命内底保守帮咱，并且爱怎样无竞争，伊啥？伊是和睦，伊是讲协助，同齐做伙成全这个代志。所以虽然是个人，但是伊活伫伊的团体内底，伊无贪财，伊手清气心洁净。伊爱伫家庭内底有好的治理，夫妻一定爱彼此相听，互相扶持。了，伊个亲子的关系，爱用孝敬来款待父母，了用即款孝敬的模范来互伊的囝儿来学习，免得后盖伊食老的时阵，因囝捡迄块茶碗，佮继续来互因老爸老母食。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晓得怎样啊对着家庭有好的治理。另外一个是服侍的顺序。爱大成家庭了后，才教会。这个意思毋是拢卖插教会，这个意思是伫家庭内底爱大成整理互伊好。有诶家庭内底，我若讲到你，我毋是咧讲你哈。万不你若讲到你哦，请你原谅我。以前诶时阵啊，有一个牧师去探访啊，了后诶时阵啊，因咧教会会友啊讲啊，牧师你先问通来。吼你明仔载来，啊牧师讲是安怎？伊讲吼无我拼一个所在吼，你明仔载有所在通去坐。哦，亲爱兄弟姊妹，你斟酌大成爱有家庭，所以家庭爱先有见证。了的时阵，伫厝边头尾爱有好名声，才会通伫教会内底服侍。即使一个人伊坐伫迄个位。有一天牧师发生啥物代志，有一天长老发生啥物代志，有一天执事发生啥物代志，了后时人讲哦，爱教会哦，爱教会啊，安尼哦，啊嘛是安尼尔。所以这就真可惜，求上帝赦免，求上帝帮助咱。咱必须要伫迄个位的时阵，咱需要甲迄个身份是会当相匹配的。参加教会聚会，甲参加。参加聚会甲参加教会侍奉是无相像的。参加聚会是每一个礼拜日拢应该，咱是做一个兄弟姊妹，总是咱爱成长。迄个成长内底另外一部分，咱爱参与教会侍奉，这两个是无共款的。参与伫教会内底，就是来，就是同齐做伙认真学习，这是叫做参加聚会。但是参加侍奉是接受训练，伊伫个所在愿意来侍奉，迄个侍奉伊就必须要佮加一寡物件起嚟。一方面伊爱有能力，一方面伊爱有温素，一方面伊爱有热心。所以咱斟酌参加教会服侍侍奉，
是重要的，但是无应该以教会做借口倒撇家庭的责任。有的人就是讲哦，我要来教会哈，我有一间介古早进前的时阵，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甲我问讲，牧师啊，恁教会是逐工拢总有聚会是无啦？啊是逐工聚会拢遐尼济去啦？我甲伊讲是安怎嘛？伊讲阮囡仔是安怎？阮囡仔讲吼，伊今仔日要去礼拜堂，伊今仔日要礼拜堂，啊册拢无咧读，哎哟喂，我错一个啊！我先甲伊讲哦，安尼哦，啊无我则个斟酌看觅，因为吼，我实际上知影咱教会无遐济聚会，但是我大声甲迄个爸爸讲哦，歹势啊，因为是青少年的聚会，所以我无真清楚啊，这青少年是毋是有一寡安排其他外口的聚会。所以呢，啊无我先甲你失礼，啊我再甲你问看卖啊咧，哦啊，若是有我搁敲电话甲你联络。所以买手的时阵，我着联络了解的时阵，后摆我才知影原来这个囡仔，因为因厝内底吼啊家庭压力真大，啊这个囡仔为着倒撇厝内面的压力，伊一方面爱读册，一方面爱摒扫厝内底，但是因爸爸妈妈啊咧外口咧做油汤的。所以呢，定定需要伊去甲伊斗相共，但是这个囡仔总是讲哦，我要去教会，我要去教会。这好到啥？用着教会做借口，倒撇家庭的责任。这款的代志爱真细致。所以到伫落尾手的时阵，我就甲迄个囡仔讲了，我甲伊讲哦，你安尼转去。哦，过去这代志我就无甲恁爸爸讲，但是后盖你毋通安尼。迄个囡仔买手的时阵，伊就真正倒转去，啊，就无过，但除了礼拜六啊、礼拜日来教会以外，其他的时间伊都拢伫厝。买手因就搬走啊，所以呢，最近伊已经真久无伫台南啊。但是我要甲各位讲，咱做翁婿、做太太，任何倒一个，应该咱爱大声甲家庭顾好好，了后咱才有法度会当真做上帝的家庭的。助力，管顾好家己的家，才袂成做上帝家庭内底破空。侍奉者伊必须要有品格，伊愿意服侍上帝，所以伊爱持续甲圣灵三甲同行。咱明仔载开始，就要一工读7章的圣经。读圣经其实就是咧洗咱的生命，咱的衫垃圾去。咱会用地壳粉，用地壳甲伊烂烂咧。迄个过程，就是咧甲咱洗互伊清气。读圣经，就是咱第一个所在读圣经，读上帝的话。亲像圣经讲，除了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毋通为家己雕刻偶像，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咱在读这圣经的时阵，咱就会当渐渐去想，除了上帝以外，我有别个占伫我内面比上帝较重要的无？无定就是我的课业，无定就是我的事业，无定就是我的财情，无定就是我生甲如花似玉。这款物件呐，已经真做上帝。真做比上帝更较重要的物件，比咱更较追求的物件，迄就是已经咱无清气。安尼上帝话咧甲咱讲的时阵，就是咱的生活和上帝的话去比拼，上帝的话就亲像是地壳粉，了后甲咱烂，应该甲遐甲上帝心意无共款的物件，甲伊烂开去。安尼咱就会亲像圣经所讲的，有纯洁。有纯正，有清气，你的活命就会愈来愈会当得到上帝的阳光甲快乐。迄就是你对上帝国声领受的权柄，你的祈祷就会有效有能力。你就是命令鬼出去，伊就会出去。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持续甲上帝的灵三甲同行。了后，你一定要咱一定要保持好的素质甲温素，爱不断来学习。咱感谢上帝，透过这次会，透过牧师娘
伫即事会内底，三甲做伙的分享，咱对着9月初的时阵开始有敬拜的学习。遮兄弟姊妹，大家人虽然到伫年纪不只有真大的，但是有愿大家人三甲做伙来学习，心中敢有一个目标，期待将上好的献予上帝。这就是一个服侍的人应该具备伊的成长甲过程。这个人伊若是安尼来行，伊内面外口就会得到美好的地步。保罗讲，因为熬做这事的，毋是干那熬做这事，应该讲一个熬服侍的人，这个熬，这个善就是好，伊是正确的，是美好的，伊是伫迄个所在来服侍。伊若是安尼服侍的时阵，伊是正确是合宜的。保罗先生对着题目来讲，安尼即个人伊就会进入到一个美好的地步。伊一定会有好名声，伊也一定会受尊敬。无论是伫教会内底，或者是伫教会外口，伊会当伫迄个所在真正无亏欠，无有任何的见笑。伊会当伫人的面前光明正大，伊甚至会当对着撒旦有权柄，伊会当赶离开所有这魔鬼恶者。黑暗的权势无法度赢过伊，伊有法度赢过罪，亲像耶稣基督赢过罪同款。亲爱兄弟姊妹，这是内底外口的美好。无论是监督执事、女执事，任何教会当中的头衔，这职分甲责任的服侍模式，拢是照着耶稣基督的典范。耶稣基督什么款的典范呢？咱同齐做伙来读来。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进入教会内底，咱必须要成长。咱若无成长，信主耶稣真久，无愿意学习像耶稣基督，安尼咱就是咧慢性的自杀。求主帮助咱，互咱真正会晓得怎样服侍人。伫服侍人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学晓温和、谦卑、仁爱，你学有上帝的能力的温哥高活的同在。所以，互咱会晓安尼来服侍，并且教甲人服侍的人，伊的心会得到天父的上帝。咱来同齐来读下面这段的经文，请。若有人服侍我，你就应该跟对我。我伫倒位服侍我的人，爱伫遐呢。若有人服侍我，我的爸要尊重伊。你知影，这是上帝报答互咱的美好。所以你伫外口会有好名声，你的所行的一切会得到上帝的恩赐。你伫地面上的日子，也伫上帝的祝福内底，并且你的灵性，上帝会看你做宝贝，看你做尊贵上帝的奴仆。你属灵的能力甲权柄，也会因为安尼加添起来。愿上帝帮助咱。咱这是三甲做伙来祈祷。咱马上就要来恭守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这个时阵牧师邀请你，第一，请你为着你家己来祈祷。如果咱有啥物款得罪上帝的所在，求上帝来赦免，求上帝来医治咱，医治咱灵魂的病。就是贪爱世界、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骄傲，这款灵性上的病，求上帝来医治。是咱有安尼做这的歹，求上帝来赦免。咱并且求上帝赦免，求上帝医治。咱也爱用信心来宣告：是主耶稣，你伫十字架顶已经为我来死，所以我的罪会得到赦免。你为我做清洁的心，互我重新有正直的灵，通伫你的面前来服侍。感谢上帝的听。所以你第一爱为家己来认罪悔改祈祷，
这是咱第一爱做的。第二是用信心相信，宣告基督已经替我来死，替咱来死。所以，咱今仔日会通食伊的肉，啉伊的血，互伊的肉、伊的血伫咱的内面，会通成做咱的生命。咱所有通赢过罪恶，赢过死亡。亲爱兄弟姊妹，所以请你为着这三项代志祈祷，为着咱家己的罪，求上帝的赦免。第二，宣告基督耶稣的宝血洗净一切的罪过，伊的身躯为咱拍破，互咱重新有新的生命。第三，宣告基督的生命要成做咱的生命，伊的能力要成做咱的能力。只要咱保守家己，定定伫上帝的厅堂内底。所以，请咱有一段时间为着这三项代志来祈祷，敢若为这三项代志祈祷就好。咱同齐伫主的面前安静默想，对心内底上帝祈祷，或者是开嘴细声祈祷。咱就安尼来备办心，来纪念咱的主，咱的上帝。咱这个时阵，诚心邀请，既然奉爸囝圣灵的名接受洗礼兄弟姊妹，同心来纪念咱的主耶稣基督。即使你若是还未洗礼，请你暂时就无分领这个饼甲杯，或者是你已经洗礼。总是你今仔日感觉你的心中无有平安、艰苦、无信心，你也暂时就无接受这个饼甲杯。咱三甲额头来祈祷，赐平安的上帝，阮伫这个时阵三甲做伙，用敬虔的心来到伫你的面前，仰望你的厅堂。祝你是阮帮助阮，阮伫这个时阵。照着主耶稣基督所吩咐阮的，用这个饼甲杯来学习基督耶稣为阮拍破身躯，为阮流出生命的血。你讲，阮也着安尼学习，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愿意牺牲阮家己的利益，愿意拍破阮的身躯。愿意为着人来流血，来保护、来照顾阮的兄弟姊妹。主你讲，阮着安尼行来纪念你，所以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会记得基督怎样为阮牺牲生命。阮也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愿意牺牲阮家己的利益，牺牲阮的时间，奉献阮的时间来陪伴、来照顾。就亲像基督陪伴阮、照顾阮同款，也愿意流出阮的血，愿意来为阮的兄弟姊妹牺牲、付出代价，陪伴因，甲因同行人生的道路，就是行伫上帝你救恩的路内底。愿所以用敬虔甲感恩的心，即时来纪念主，求主你也亲自来引带阮，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了，亲爱兄弟姊妹，咱即时要三甲做伙来纪念咱的主。亲像保罗先生所讲的，我当日所传予恁的，乃是照耶稣基督所吩咐的，就是伫基督受卖迄阵暝，提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
讲这是我的身躯为恁所拍破的，恁摕去食，用安尼行来纪念我。这是耶稣基督的身躯为咱所拍破的。即使你若是还未接受洗礼，或者是你已经接受洗礼，今仔日心中无平安的，请你着暂时无接受这个饼甲杯。当你摕到这个饼、摕到这个杯的时阵，就彼此等待，也着审察家己，也着笑念，这是基督为你所拍破的。你着安尼行，学习基督怎样为人牺牲，咱嘛着爱效法伊怎样为人来牺牲。愿意用牺牲的疼来照顾、陪伴咱身边的人。人是通过疼惜、关怀身边的人，通来见证上帝怎样疼惜、照顾咱。照主耶稣基督所讲的，咱若疼惜伊。咱就会晓疼惜身边的人。咱若无法度疼惜、照顾看会到的身边的人，咱若讲咱是疼上帝，安尼这个疼上帝的讲法就是假的。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真实进入迄个疼、迄个照顾，就是亲像基督疼惜咱同款。来，请工会结束，为了这杯这饼来献上基督。哈利路亚！荣耀至高的主天父阿爸，阮感谢了你，你予独生圣子耶稣降世，为要拯救阮遮一个罪人。伫地面上架下的日子，总是为阮来拍破，搁再为阮拍破宝体。你十字架顶所流的宝血，是为了阮的罪过来结晶。主啊，我伫这个所在，满心感谢了你。阿门。阮原是不配，因为阮是本是尘土所造成，但是你有缘用主的圣手来担当着阮一生的路程。感谢主。主，我伫这个所在，满心感谢了你。阮一生一世无甚物通回报，只有一生一世行伫你所应允的道路，会当得到永永远远。这小你应允，互阮这个所在，阮会当甲兄弟姊妹同行你所应允的道路，得到永远的天家。阮这个所在献上感谢个了。愿主你继续看顾阮的路程，阮将一切荣耀归你。感谢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同齐用感恩的心纪念主为咱所拍破、为咱牺牲伊的身躯。饭后，耶稣基督提起杯来祝谢了，吩咐学生讲：“这是我为恁所流的血，恁提起啉，
就安尼行来纪念我。这是耶稣基督的血，这是耶稣基督的血，这是耶稣基督为你所流的血。伊怎样为你付出活命的代价？为着要救赎你，为着要帮助你，互你脱离罪的捆绑。主耶稣讲：“恁着安尼行来纪念我。”所以，咱是毋是也愿意安尼来学习，来亲像咱的主耶稣基督，为着要互人得救，为着要互人脱离罪的咒诅甲审判，所以咱愿意付出时间。付出代价，来疼惜人，来学习上帝的话，来付代价学习各款的能力，来服侍人，来照顾人，来疼惜人。这是耶稣基督的血，为你所流的。每样你摕到这个杯的时阵，着笑脸，也着彼此等待，着行伫上帝的面前，通互上帝心意的欢喜，临到伫你的身上。每逢食这个饼、啉这个杯的时阵，着分别，这是基督的。伊的疼，伊的救赎，伊的稳定。来，请慧君结束为着这个杯献上感谢。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因为你的疼配满全地。阿门。当阮目睭天开的时阵，就看见上帝你大大的稳定降临伫这个土地当中。谢谢主。主啊，感谢你，因为阮每一届所说的空气、所呼吸的，拢是上帝你的稳定。感谢上帝。阮知影伫阮的日子的当中，配满着上帝你予阮的心业甲稳定。感谢主。阮伫遮来感谢你。阿门。主啊，阮感谢你，因为你爱阮来学习耶稣基督的话语，甲伊所教示阮的道理。伊讲：我的心柔和谦卑，你着学习我的样式。阿门。因为我的担是轻的，我的恶是轻的，是容易的。主啊，愿你帮助阮，伫阮来服侍的时阵，有愿有这个心志，知影上帝你逐时刻拢甲阮伫咧。阿门。你的同在，互阮的心得到平安，互阮伫每一个服侍的日子的当中，拢有喜乐的心、平安的心，甲阮伫咧。谢谢主。主，阮今仔要举起救阮的杯，称颂上帝你的圣名。阿门。感谢你，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圣主名求。阿门。同齐用感恩的心来领受基督为咱所流的血。咱这时
要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亲爱兄弟姊妹，这是基督为咱所留的，也是为咱所做的美好的模范。咱每一届守圣餐的时阵，最重要的是孝念上帝的疼痛，甲伊的荣光，伊的救赎，伊的疼痛。所以，基督既然为咱付出伊所有的一切，咱也的确就爱伫伊的面前，用敬虔甲感恩来奉献咱家己，成做活活的祭，所行所想所做，会通下伫主的心意。安尼，咱就会愈来愈亲像咱的主耶稣基督同款，满有权柄、能力、荣光甲疼心。求主帮助咱，互咱伫伊的面前，存即款的心来纪念主，来服侍主，甲家己献予咱的主，咱的上帝。三甲起立来吟唱，听你较深。切祈祷，迫切祈祷，无你哪顾会哪听你，会哪听你，会哪听你。愿全能的主上帝，就是迄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甲海其中所有一切，也是想事活命的主上帝。亲自借着基督救赎的功劳，纪念你手中一切的美善，赦免你拢总的罪过，医治你一切的疾病，无论是伫灵性上的，或者是伫肉体上的。愿圣灵徛起伫你的心中运行，也引出你的灵，洁净你的灵，充满伫你的灵，互你做代志、做人，定定顺探伊的旨意，
活伫伊旨意的美好内底，通互你到伫将来，甲正圣道当坐入伊的国，当啉迄个新的杯，甲咱的主耶稣基督，甲天父上帝圣灵三甲做伙徛起，直到永世代无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这是要来介绍咱所亲爱这好朋友，还有新来这兄弟姊妹。咱首先来欢迎真德姐所介绍吼，李桂华桂花姊妹来，感谢主吼。好，好安尼吼，感谢主，真欢喜哦，欢迎桂花姐吼，红嘛当继续定定。哦，伫咱社区哦，好，感谢主的恩典，甲咱三个同在。哦，祝福规划者，毋知有其他新来兄弟姊妹无？或是无？好，安尼咱今日即个台语堂聚会就到遮。咱散会了会当含规划者加一寡分享甲沟通。哦，上帝祝福大家平安。